央视看今日复起来，大家好，我是齐泽伟。我细细时节啦吼，我第一摆谈到好听的音乐，係我卡有一台唱片机。打开来，底部都不用唱片，哇！我觉得那时候好神奇哦，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小机器，然后再加上一个唱盘，就可以播出我好喜欢听的音乐。我記得我聽一張收藏的唱片係 Simon and Garfunkel， 還有老鷹之歌，還有多利哈維茲。你愛送留啲我心肝度，留啲我頭腦啲擺度，當久都唔可以散去。故所講今比咧，來特別來賓當氣氛。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张大韬，黑胶小铺的总监，欢迎张君涛张老板。大家好，太好，我是张君涛。你没他感应，你不是客家人嘛？是，别紧张，很开心。先谢谢你带了这么多的收藏，这是我梦寐以求要访到的来宾哈。这个问一下张老板，问一下君涛，你们的黑胶小铺在哪里啊？我们在地址是中立市潮州街71号，在那个后火车站那边。我很熟。然后因为你带的收藏很特别，光是我手上的这一张就让我非常的惊艳。是台湾客家民谣啊，现在要找到真的还蛮不容易的。远东唱片，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印象，远东唱片算是当时很大的黑胶唱片公司哦。这个叫九女。烟摊狗，九女烟摊狗，你怎么会有一个机会收藏到这个客家的唱片呢？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特别的东西，我本身收集唱片嘛，那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特别的东西。所谓特别的东西，就是跟我们历史有关的，有一些故事性的东西。是。那所以我很喜欢去逛那种二手的店，或者是路边人家。有时候那个，甚至可能是丢出来的。对，我就如果看到唱片，我就会去翻。那这个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去把它找到的。然后找到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酷？因为这种唱片其实非常非常难找，它比那个什么，像主持人刚刚讲，周伟哥刚刚讲塞门葛芬科，这个就好找很多。对啊，对，因为大家喜欢。那可是这个的市场比较小众，所以我收到这种的时候会特别兴奋。那就在那个。一堆的可能回收物里面把它找出来，这样。我刚刚那就是真正的宝。对，真正的宝。对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本来学什么啊？我研究所的时候是台大资工的。台大资工的同学，然后现在所以你现在专职就是在黑胶小铺经营黑胶小铺，然后收藏你自己的最爱。那怎么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就是对这个黑胶唱片特别有兴趣？什么时候开始啊？应该算是研究所的时候开始。哦，那也很晚呢。对啊。那因为早期我们听唱片，就以你的年纪来说，听唱片都是已经是 CD 了嘛，你还没有录音带开始。哦，你还有录音带。对，我是录音带开始。所以其实后来数位化以后嘛，其实唱片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你怎么会特别喜欢黑胶唱片？我研究所的时候，老师对我还蛮好的，所以自己的时间很多。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因为我在打电动，然后想要一套很好的音响去打电动，这样对，可以乒乒乓乓的音响这样，就是听起来要很有临场感。对。那对那个时候对学生来说那样音响算很好，那可是然后有这样音响，我就想要听好听一点的音乐哦，对，然后我就去网络上看啊，什么东西什么样的音质，什么样的载体的音质会是比较好的，对，然后就去看他们的规格，因为我自己是念这种理工相关的东西，很喜欢看规格，对，然后看了规格以后就那黑胶好像声音会比较好，是对，就去买了黑胶来试。可是我学生没有什么钱，对，因为其实后期的黑胶其实对不管是重制也好，或者收藏也好，对学生来讲其实是很贵的，对，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可是我都想要，对，那时候梦想就是有几万张的唱片这样，然后所以就买一堆来，但是不要的我就卖掉。上网卖掉，对，上网卖掉，对，他本来就有在网络上做生意的经营一些事业，对，那就斗起来，就合起来，就突然发现说，好像找到自己的路了。对，那跟你之前，那你在做这事之前，你应该还有别的工作吧？那时候，那个时候念研究所嘛，那在考没有什么其他的，主要正职当然是学生，那主要工作就是因为我
考研究所的时候，我自己在那里写考古题，我就觉得这个考古题，我想要考那几间的学校，为什么都没有集成一本？那我就自己写，那考上我就把它拿来卖，这样。哇，你真是很有生意头脑哎，这也是收藏。对，可是现在可能没有人要买，对，已经不值钱的收藏。不会，我觉得这是过程啊。不过我想问你，你当初收藏的第一张黑胶唱片？罗克赛的。Roxette， 对，我觉得很棒，对，很棒哎 ，A Little Bit Dangerous 那一张，对，那个到现在还是经典嘛，对不对？对。那你自己收藏了第一张之后，你自己刚刚也讲说你梦想希望有上万张的黑胶唱片，那现在店里的收藏到底有多少？现在如果摆出来的话啦，大概有5-6万张。哦，5-6万张，所以你今天带来的只是少部分了。对，少的。真的，我比较喜欢，像这边是我比较喜欢。比较喜欢。那我们等一下好好再来聊。我也想知道说店内有这么多的黑胶，那音乐的类型呢？譬如说你这太特别了，还有客家民谣，还有我跟你讲，还有一张很特别，这张啊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各个学校机关，譬如说那个唱国歌、什么国旗歌，还有什么健康操流程，都在这一张里面呢。是，这张实在是太值得拥有了吧？对，而且看这个刮痕就知道当时的学校，因为每天早上都放。对，就怎么样？你类型介绍一下吧。主要的类型还是古典的，然后西洋流行、爵士、摇滚、乡村这些都有，但是国语的或者是日语的这个就比较没有。为什么？因为台湾有一段时间是断层，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当垃圾或当飞盘拿来丢掉，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来说是相对难找的。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餐厅，他们还把这当成装饰，其实它其实是很重要的收藏。所以断层之后有一些东西是整个都消失了。对，而且最近那个大陆他们那边很疯这个东西，很流行。对，所以这些东西被整个都买走了，所以我们台湾人要找这些东西，反而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更难。对，哇，所以你看你这样讲，你就知道说你整个从开始收藏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你自己也是从CD 也好，卡带也好，听这些音乐到现在，你觉得 CD 跟黑胶唱片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以外观来说，第一个以外观来说，CD 比较小嘛。那黑胶比较大，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要携带方便，对，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产生，就是随身听，是 Walkman， 是，对不对？你看现在 Walkman 或者随身听的大家都拿，我还有应该拿出来比较一下，对不对？所以那你觉得那个差别？就是黑胶的背面它的文字叙述其实非常丰富，就是像一般不管是这一张，他们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简介，包含曲目啊，包含作品的简介，对。可是 CD 就比较少，所以把玩的感觉当然就是大大的，就是拿起来就很舒服。那以里面的音质来说，因为黑胶是类比的声音，然后它如果它的录音过程是比较接近原来，它没有数位的取样跟还原的失真，所以它的声音会比较温暖，对，比较接近我们在现场听到的声音，它因为即使听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可是它却是最贴近的，对，而且最真实的。是。那因为 CD 其实数位化之后，它其实有修饰过，是。那修饰就会变成有一点没有那么真实，是，而且过于完美，是，会觉得好像不像是真的人唱出来的，就很像罐头音乐，或者是说那个杂志的封面，对。那黑胶就比较像是隔壁的小女孩，邻家小女孩感觉。我觉得差在哪里？差在我觉得温度。对，就是这个东西给你的温度，因为有时候 CD 你听那个声音，不管你贴的再近，即使你是一个音响的玩家，你还是觉得它冷冰冰，它比较硬。那其实唱盘不一样，然后它就是有一种好像贴近你，靠着你的肩膀，然后好好的诉说着很多的故事，是对不对？那你既然都拿起来了，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你带来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黑胶唱片应该是。这一张我还蛮喜欢的哦，这一张是Easy Rider， 好，我们往前一点，往前，对，这样子。它是 Easy Rider， 对，它是蛮重要的一部电影，就是美国那个这张是 Easy Rider 的电影原声带，那中文翻译叫做《逍遥骑士》。哦，然后
它是美国公路片的始祖。那我个人很喜欢那个美国公路的感觉，对，尤其是他们那个66号道路，我觉得对，而且美国的公路电影或是公路音乐都做得非常的好。对，然后那这张对你在哪里收藏到这一张？我在美国的唱片公司那个唱片店去翻的。然后翻到的时候很兴奋，对。然后所以这张对你来讲很重要。对，因为我自己真的很爱那种老美国的东西，然后所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感动，因为它整个路上都是那种老美国的风情，然后它这部戏它的音乐又配合它的故事内容，就是故事内容演到哪里，音乐就到哪里，然后找的都是当时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歌，然后有像MD 3首这首，甚至是只有在这张发，因为他临时拿不到版权，对，然后赶快去找另外一个那个乐团重新来对录，就为了这个录而已，对，然后是 The Birds 的，我记得是 The Birds 的，对，然后所以它里面的东西是还蛮丰富的。那这个导演又很厉害，他在找这里面的所有的人录的时候，都还不是。他已经看到这些录的人的时候的潜力了，那他把这些人找出来，然后在这一片以后大家都一炮而红，不管是对，所以，然后他的音乐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就是算是摇滚乐的经典。然后他主要的诉求是反嬉皮，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嬉皮，对，然后美国人视嬉皮为罪恶的元首之类的，对，所以可是他觉得人其实不应该用外表来区分的，对，所以他这部片子有很强烈的反嬉皮的风格，对，所以我觉得算是不管是对时代意义或者对音乐的意义都有它一定的意义，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张。哇，你讲得非常清楚，表现你真的很爱它，而且你拥有这张不只是拥有了这个音乐，你也拥有了当时的电影，还拥有了那个世代所带给你的冲击跟感动，对不对？是你这样讲好像我很厉害，不会，你本来就很厉害。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样子没有，所以我说音乐这个无远弗届嘛，而且也谢谢你带来你最爱的收藏。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介绍，等一下再来介绍与他调讲吼，带了按多后堂后宽的唱片，莫这块哦，不要走开，我们带回来。放纵风起来，我係就為今日啊，要同大家共用，你嚟談唱片，還有糖，還有相，你過去成長的回憶。歡迎張大濤黑膠小鋪的負責人張君濤。大家好，對不起，不會 ，OK。雖然你不是客家人，但是謝謝你。從剛我們一開始就講到了，你還收藏了很多客家的戲曲的唱片，對不對？我剛剛應該都要再問你說，你除了收藏剛剛那一張之外，你還有其他客家的那個 CD，這個唱片嗎？客家唱片比較難收，所以其實。我曾經有找到過，但是那個被我，因為那個東西是比較少、比較珍貴的東西，我把它藏起來。可是藏起來以後，我自己現在就找不到。對，因為有時候久了，其實我們知道以前收藏黑膠唱片會斷掉啊，或者是沒有處理好的話，其實甚至也都不能聽。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惜。好，我們回到剛剛你介紹的這個搖滾哦，我知道你這個整個的小鋪裡面有上萬張的，對不對？是。我很想知道這個國語你有帶來你喜歡的收藏嗎？是。我還蠻喜歡這一張《烈火青春》呢。我先講一下《烈火青春》的對我的影響。我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他們到學校來做巡演啊，我們學校還因此而上了報。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同學為了去看他們，然後把玻璃擠破，然後造成暴動。這張專輯是這個第一屆。對，第一屆，那時候因為都是民歌比賽，後來我們有了這個樂團的誕生，就是這叫做全國的熱門音樂大賽。是，雅馬哈辦的。對，然後為什麼會選這一張？其實這一張，孕育了很多我們影響台灣後來音樂很大的人，譬如說那個 Metal Kids 的張雨生，是，然後那個 Telepathy 的那個邰正宵，這不是那個姚可傑，是姚可傑，對，東方快車，然後那個幻象合唱團的邰正宵，對，因為這還有我的學姐鐵之女，對，以為嗎？她是我的學姐，對，所以我們都非常非常對。還有誰你可以介紹一下？大概是這樣子，就是到目前為止影響樂團還這麼的深遠，對不對？對，然後
就像他其实这个Heavy Train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对，那个李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以前在500的那个被动里面，他在第37秒的时候，他每次都讲李维，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李是谁，对，到底是谁？但是我每次去 KTV 唱歌，一定都会 follow 那一段，是唱到那里就会唱个李维，然后最后原来看到这张唱片，我去查才知道原来李维也是一个这么厉害的，然后影响台湾音乐这么深的人，对，所以看到这张唱片的时候很兴奋，对，所以你对摇滚特别的专注，特别的喜欢，为什么？我觉得比较贴近你的个性吗？对，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气势比较磅礴的，就是比较就是会觉得比较重的，可以重击你的心脏的那种感觉。那你要不要再介绍其他你带来的？我看到好几张，譬如说欧洲合唱团这张，我个人就觉得，这张好想要偷拿走。哎，这一年魔好哦，做唔得拿哦，你跳街哈。这一张也是欧洲的经典，对，因为欧洲换过好多人，然后他在这一张之前换过很多人，在这张之后又换过很多人。那这张公认是他们所有团员里面是最经典的那一张，对。然后发了这一张，欧洲就一炮而红了，对。然后但是之后他也稍微就是又不受那么欢迎，对，就是集大成，因为就是有点起起伏伏，对，而且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场合或者是选秀的节目也好，很多歌手都还要挑战这首歌，对，就是 Final Countdown， 对不对？而且所有电影配乐里面都用这一首，都一定会用到它。那这张为什么对你来讲特别的重要？这张也是我前几张拿到的专辑哦，对，然后我一听，哇，怎么可以这么好听？音乐怎么可以这么的打中我的心坎，然后这个明明就是我听过的音乐，为什么跟我以前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是从此以后就加深了要听黑胶的信念，这样子。对，而且我那个时候拿到那一张还是台湾的盗版，还不是真正的正版，对不对？那像这一张也是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张这么难拿，因为这张其实很经典。然后有一个客人。在我店里已经跟我要求了1年了，说这张让他好不好？对，怎么可能？要是我也不可能。对啊，不要啊，对啊。而且我跟你讲，客人很可爱，因为我自己也喜欢收藏二手，其实有一阵子很流行二手 CD 啊，也有二手黑胶。有时候我去，我都会自己是客人的时候，我说老板，你这张可不可以我用20张别的经典给你，他不要，对，他就是不要，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这种心情？对，就是有几张唱片，这张是其一，就是绝对我没有拿到第2张，这张是绝对不放的。所以这张感觉应该是你的传家宝之一，可以这么说。那我们就来，你既然都聊到了客人，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在去小铺的黑胶小铺的客人年龄层怎么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2007年开始的嘛。那2007年那个时候的年龄层是稍微比较中年之后的，是。那这1-2年比较多年轻人进来了，所以这1-2年有部分的年轻人，大概一半一半，对，然后。年轻人大概就20-30岁这样子的，是，就是譬如说已经有经济能力的上班族了，对，他可能有经济能力可以收藏这些东西，是。而且现在在很多的文创的场合，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它其实不只是物品的收藏，它其实包括是回忆的一个巡礼。我对我来讲那除了你刚刚说有人想要就是希望你让给他的故事之外，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因为客人来挑片啊，或者是跟你变成朋友啦之类的。其实很多客人最后都变成朋友。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香港的老伯伯，是他讲的话，我几乎听不懂，因为他的那个广东腔太重啊。我跟你说，那你就要学客家话了，因为客家话跟广东话很像所以你常看我们客家电视台频道，你之后就听得懂他的广东话。我会努力的。好，然后呢？然后他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跟我聊唱片。那他也没有办法来买，但是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充满他年轻的回忆，对，然后他很爱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打岳阳电话，然后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打电话来跟我聊。真的吗？对。那他跟你聊什么？就聊唱片，他喜欢什么唱片啊？还是他想把女儿嫁给你？我希望啦，但是好像没有。对。然后就聊唱片，就一直聊。对，那我就可以从这个对话中感觉到他的热忱。对唱片真的是有很大的。而且我觉得你聊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好像你做这件事情很对？对。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说你收藏的，还有你
不要讲到贩卖，我就觉得我觉得有点重了。就是说你收藏的是很多人的回忆，跟你当时对青春所留下的印记。也许有些人可能因为时间很长久过去了，他就不会再记得这件事，却因为你收藏的黑胶，让他想起很多人，对不对？那你还记得那个老贝贝跟你聊了什么吗？他聊他年轻的回忆啊，就是他有聊到唱片吗？有啊，他就是聊唱片的内容，譬如说他跟他老婆怎么样啊，是听哪一张唱片之类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唱片？印象深刻的唱片，你说他吗？对他聊，他好多，他聊太多，对，所以我没有。可是相对的，他也给你了很多的线索，是，你可以去收藏一些可能他这个年纪，你现在又找得到的唱片，是对不对？对，我觉得像你刚刚讲那个收藏的线索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譬如说，我妈跟我爸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去看那个矿工的女儿。对，然后矿工女儿，我妈觉得很好听。那后来我找到这张矿工女儿，再拿给我妈听，我妈很开心啊，就是因为这充满她一定很感动，而且她现在想说，那时候你爸爸对她多甜蜜，那现在呢？就现在还是很甜蜜。你先摆着，我跟你说，当一个这个小铺的负责人不是那么的简单。你今天既然带了那么多，我如果现在随便抽一张问你，你可以讲出来吗？不要这样啦，拜托你一定可以的。来，这张是什么？这张是那个孟德尔颂的那个小提琴那个奏鸣曲啊。所以你也收藏了很多古典的东西。对。那如果说古典的玩家到譬如说到你的小铺去，他如果你要怎么样，因为他们一定是很专业的，是。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介绍这个东西？譬如说，老板，我现在这张你要介绍给我听吗？它的重点在哪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知道这客人喜欢音乐是什么嘛。那如果是专业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介绍。是，对。那比较初入门的，我们会介绍他一些比较大的曲目，像这张就是4大那个小提琴协奏曲嘛。就是你如果入门的话，你就可以听这一张。这种就会很容易进入。那我们可以先介绍这些东西给他们，然后我们那边有试听的设备，所以他就直接就听，他可以直接现场听。那他像这种东西，他一定会喜欢的。对，因为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耳熟能详。那像这种呢？这种应该这张是古典吗？这张也是古典，也是古典。这个是巴哈的精选。是，这种也都是非常容易入门的，所以大家一听就会喜欢。对啊，这个是都还蛮，譬如说巴哈的那个管风琴啊，是大提琴啊这些东西，然后。这个Switch on Bach 这个是第一首的电音的始祖，这样子是，所以他其实收录了，然后顾尔德这个也是弹巴哈最有名的，就是郭德堡变奏曲最有名的。像这个顾尔德他非常的有趣，就是他弹音乐，他只要坐在他爸给他的椅子上，对，他如果不坐在那椅子上，他就浑身不对劲而不弹。对，你看看这个老板，他不就是我们的活字典吗？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哋做的看得出来哈，头家对你啊点添付出动多的心，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不只是每一张专辑，甚至对每一个人的需求，他都非常的用心。如果是这样一张唱片要卖多少钱？这个大概200块到300块。200块、300块钱，看片况，看片况嘛，对不对？包括里面的状况，还有他收藏的完整度，还有他的曲目精不精细。是，好。刚刚讲到啊，做的店方私堂唱片。刚刚我们讲到张老板说可以在店里面试听，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试听呢？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回来试听一下。
快就要回来啦。哇，这个好特别哦！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大军带来的留声机，是这个留声机，帮我们介绍一下。OK， 我要不要先把音乐？没关系，就听。这个一般我们现在听到唱片啊，对，是33转，是。那在33转的上面之前就是这种78转，78转是不插电的，所以跟我们这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然后它的声音就是没有高频也没有低频，所以会比较扁一点。对，但是早期的人也只有这种音乐可以听，对，因为它也没有电。我们看到这个，刚你是手上发条，对。那它上一次发条可以听多久？大概就听一面的时间3分钟。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曲子是？它这个是曼纽因拉的那个Thing by Paganini 的那个，对，一个曲目。对，一个曲目。然后我好奇，声音从哪里出来？它有一个木质的号角，就是这个东西打开来，那这里它从这里发声，对，那主要是经过这个共振，是，对，唱针拾取讯号，然后这个共振，对。那你这台是从哪里收藏的？我去美国那种仓库拍卖，就是他们有时候家里自己不要的东西就会拿出来。对，我们看电影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就是看到大家不要的东西，拿出来交换也好，或者拍卖也好。对。然后你还记得你买这台多少钱？忘记了，这有点久。对。不过现在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收藏。那保养起来会不会很费工？其实它不需要保养，我买回来大概快7、8年呢，我也只有上真车油而已。对，哇，那它功能还是很强哎，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它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哎，因为台湾的天气比较潮湿一点，因为这是全木质的手工的，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音质吗？外观是比较不会，但如果内部机械如果生锈的话就会，所以还是要保养，上一点真车油。哇。我觉得听到这就觉得好感动。我记得2年多前哦，有一个电台也是办了这个黑胶唱片展，我当时也是看到黑胶唱片，可是我没有这么近距离听到过。所以这样就是一面的时间到了哦，然后他会自己停吗？要用手去把它拨一下，或者让它发条没有，它就自己停了。哦。怎么那么棒啊！我听了还好感动哦。不过你看，你都常常飞到国外，你有多长的时间飞到国外去？为了唱片吗？对，为了唱片。为了唱片，1年大概至少1次吧。1年1次，那你通常都会去到哪些国家比较多？唱片的话，就美国跟英国。美国为什么？因为我们亚洲没有。我记得我去日本的时候有看到，他们有专门的店就在就是在贩售黑胶唱片。因为以早期来说，这个算是奢侈品嘛。那奢侈品的能力跟消费能力跟技术还是美国跟英国最好。是。对，然后所以然后美国有一些特别的作曲、特别的演奏者。然后英国有些特别演奏者，他们就在英国录，就在美国录。哦。对，然后黑胶上面很讲究要手版的，所以手版的会聚集在这2个国家。对。然后像其他的国家会去跟这个国家借母带来压片。而且可能也因为他们走的也比较前面一点嘛，就技术上面。对，音质比较好。对。所以你每一次出去都带大部分带多少？如果是很就是运气很好的话，通常都会带到多少回来？我自己去的话，都是挑客人要，所以其实是比较少量的。对，那通常我们是有配合的厂商，我就是大批斤，对，那种才会是大量，大概4、5千张吧。你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懂啊，就不会打在那边乱刮，因为我知道唱针也很贵嘛。如果现在我们要入门好了，我也希望这个大军教我们一下怎么样保养。如果你现在有了，教我们怎么样保养这个黑胶，好不好？好，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唱片要保存的话，是一定要让它站着，一定要让它站着，对，然后直立，然后2边夹紧，好，然后不要弯，不要弯，对，就是收藏的时候是尽量是直立，对，因为一弯就会变形，对，然后如果拿出来听的时候，会用唱片刷先把上面的灰尘刷掉。哦，我记得小时候有那个类似那个绒布的东西，现在还有吗？现在有类似的，不过有更好用的东西，刷子，对，或是我记得那个喷头可以喷去上面的一些灰尘，有吗？现在比较常用。好，那大概是那个清朝末年。
像那个相机的那一种，对，那个也是有人在用，对，比较少。然后呢，那通常如果说我现在有刮伤，或是我久久要保养一次，那个大韬的那个小铺里面有这个服务吗？有，我们可以帮客人就是用超音波洗片，那洗了霉就会掉，那杂音就会少很多。是。所以除了黑胶唱片之外，你们还有在贩售机器吗？就是听黑胶唱片？有，因为我们之前本来是不卖机器，但是很多客人来就一直跟我们要求要卖机器。对，那我不卖，好像然后我就说，我建议他们去自己去找二手的，对，因为我觉得二手真的是超值好听。对。可是他们觉得有的客人觉得我们不卖，所以我乱讲。对，反正既然你们喜欢，那我就进了一台我可以接受的最入门级的，对，然后来卖。所以我们也是有卖最入门可以进的那个机器，对，但是，对啊，也是有。谢谢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为很多人的回忆做了很多的收藏，跟让这个拼图很完整。那到目前为止，黑胶小铺多久的时间？我们应该是我们2007年在网络上开始卖，对，然后大概2009、2010有实体店面，对，所以大概加起来有9年吧，9年到10年。那你从这个职场到另外一个职场啊，然后你在做这件事情，收藏黑胶也好，或是经营黑胶小铺也好，给你带来的成就感跟感动是什么？不然我觉得热情一定有，不然你不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嘛，对不对？是，我觉得最大感动就是。我当初说我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想要收集几万张的唱片，对，那我现在就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觉得说，我当初设定的目标跟梦想已经做到了，对，而且周围有几万张都是你喜欢的东西，那个感觉还蛮棒的，对，然后也是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这也是，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就是开这个唱片店虽然是梦想，但同时也是要填饱肚子的。所以经营这个唱片行譬如说我们有跟唱片合作，跟三创合作，那从中间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体会到一些经营生意的难度或者是困难。那有克服这些困难，或者是有让生意变好，也都会有一些自己努力过后有成功的成就感，这样子。对。那其实因为你从大家觉得很羡慕的职业，到现在自己当老板，我觉得家人支持很重要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意了，应该这样讲，不同的工作模式跟你的工作的态度。是家人对你做这一块，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妈其实不太管我，但是跟大家一样，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对，他觉得说你能填饱肚子吗？对啊，这个怎么会有人买？这不是垃圾吗？对，一开始所有的人都的反应都是这样子。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有跟他讲说我的愿景是什么，我会怎么做。那做了1-2年，其实就一开始的1-2年就有看到成效，所以我妈后来就没有再说什么，就很支持你做这件事。他也没有支持，也没有不支持，对，但他就是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其实你搞不好在他那么多客人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个人戴帽子，然后包得很好，那就是妈妈。我下次仔细把它抓出来，所以你要仔细看一下啊。不过呢，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下，如果我现在是新手的话，我要怎么样入门？怎么入门？对，就买唱片来讲。我觉得新手要入门，一定要先做一些功课，就是包含你喜欢的音乐，是对，或者是然后唱盘的话，你可以从你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你去买一台最入门的唱盘，对，然后听这些音乐，看你是不是喜欢，是对，然后因为其实黑胶的年代很广，80年，所以它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音乐，而且很多音乐是很便宜的，先从这边开始听，对，听了确定你喜欢黑胶的音质，喜欢黑胶这么麻烦的事情，你还要去照顾它，然后你喜欢享受这样子的过程，就开始慢慢的把音响放好一点，是对，然后去追求这些所谓发烧友的极致，对，因为有一些唱片，因为发烧友非常爱，所以它价钱很高。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喜欢音乐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所以我们先从喜欢，对，喜欢我觉得最重要，不要被音响玩了，而是去玩
听音乐，享受音乐。而且最重要的是找回你曾经的感动，对，跟回忆。是。好，有粉丝专业吗？有，还跟大家说一下，搜寻什么？请搜寻张大涛黑胶小铺。好，张大涛黑胶小铺，好不好？有机会我要去店里找找，好，欢迎，好不好？跟你分享一下我对黑胶唱片的感情，欢迎，还有我的回忆，好不好？谢谢你，谢谢。有空再带这个更多唱片来跟我们介绍。好，没问题，没问题。好，摩卡还有 Q 的东西冇得睇到，佢當有可能變你生命裡邊度當重要的東西，好冇？還有黑膠唱片也可以跟我們的大濤一起來分享到他的粉絲專頁，當然也不要忘記我們福氣來的粉絲專頁，好不好？雲通一嗨，大家再來，不要走開。